善会大事陆续。菩萨戒弟子国子进士楼引传。夫诸佛菩萨现三身游十方，世界从六度以摄五道众生，众生知性邪见，妄取言将行，为性于理背虽欲服行于傲慢，伤宏源而至，不能知慧，不能照世足以为云香，未盖未禅乃见，愁魔冤受制，外道道喜六尘。知尽党第三界，之内无复出国，现阵先锋而出者，非诸圣人，所以挥张一往，为大权之交，或昔未能人知，知今为弟子，或密菩萨之行现，声闻之学于是以清净为战场，以持戒为首，欲以金刚为锋，刃以方便为间谍，以会众，为将士以说法，为号令岁与无数，不武共破魔城内诸魔悉皆降伏，欢喜踊跃，发菩提心者无量无数矣。自双临灭之后，法轮错轨慧日，超归使六道众生力劳日故我诸佛菩萨为其若慈父。以用威神之力现，无数身将一剑，其经而视之道，会入世之言双，临大事自云，是你恶应身于矣，不然何以有自然如师之智，超出凡夫之中变，才无方玄解经，常恒以护持正法发众生之荣武皆如今言为魔。知奉戒清净，盖以摄诸鬼境，彼归正道者，也识梁武帝矣。皇王之贵君秦，佛宝由是一人，兼出众语义，正教如大士之，使比丘僧得有智者投佛贵，即贵何土殿土城，居士得有富土，闵徐土波潘土，成昌居士皆。六度四等清心，尽行以言持于身，放生疏直一并，救苦以犯爱于悟道利法妙虫，世尊相以言佛，世诸演具地产，扬经论以广播，闻此皆是不可思议，知人行不可思议，知是别为常理，用度难信难化之人欲使。其可登无上，知道见当来之，佛耳引以繁荣，久亦长夜微小，恨不得于日月之下倾城建筑游，愿上升兜率下，会荣华不已，伐木斯人闻韶，望为将恐方尘，暂忆后来无闻，遂追访长老编，而自知以为传8卷矣。是于后因耳。